你知唔知啊？喺呢一個地方有啲嘢唔可以亂咁講噶。你知唔知啊？因為明哥講真話，連呢一張 P 圖嘅海報都有怪莫怪，細路仔唔識世界啊！呢件不可思議嘅事件，一齊因佢而起啊！又話明哥真係拗爆頭啦，達明一派成軍31年，下個月想開3場紅館 show 啫，點知接二連三有咗滯，先係明哥因為政治問題找唔到 sponsor， 主辦機構環球唱片要獨立承擔製作費，以為解決到嘅問題就唔係問題啦，點知連張演唱會海報都係問題啊！海報靈感嚟自 Beatles， 達明一派揀咗心目中過去30年影響過香港嘅人，用呢啲人嘅相 P 咗佢個頭落去。達明哥前晚喺 Facebook 出 post， 原來呢個社會真係有人乜嘢都驚，佢哋驚到一個地步，連同我哋企喺同一個相框都驚到要死，所以最後唔知係人定係鬼，佢無形嘅手搞到呢張宣傳海報要下架消失啦。呢個人究竟係邊個？我就唔會準備講係邊一個啦嚇，即係佢就即係同唱片公司，即係同主辦單位聯絡，咁就話即係好唔開心，驚話佢哋喺國內好多工作啊，我唔係好明咯，即係你有咁多人，其實咁多人，咁係咪林鄭會驚啲咧？其實想同呢個係一個笑話嚟㗎嘛，呢個係嚇，即係點知一個笑話即係呢個人都承受唔到嚇，咁所以係覺得非常非常之嘅遺憾。但係其實就諗深一層係覺得係好恐怖，咁我覺得呢種恐懼其實係一種傳染病嚟。據知嗰個好驚嘅人係一位藝人嚟㗎，喺內地有好多 job， 喺海報出現又符合條件嘅。咦，咁真係唔關佢哋事啦。咁即係邊個？環球唱片高層話唔講得啊，咁大家自己估啦。